给大将军请安，皇上正和果郡王在里边下棋，我就在这儿候着。是，那就有劳大将军久候。大将军可否稍稍移驾旁边？臣下是不能站在正中的。我稍等就是了。去把椅子来，请年大将军坐等。是。当年羹尧踏入宫廷觐见皇帝，在外等候时，还得要凳子坐在门中间。 臣给果郡王请安。臣在西北多年，天冷之时，足疾便会发作，不能起身给王爷请安，还望王爷不要见怪。无妨，只要不在御前失仪即可。尽管见到了尊贵的果郡王，他却并未起身行礼。然而，果郡王以其宽广的胸怀和豁达的性情，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。 朕听你之言，已将他革职，如今即刻再用，诏令悉改。往后朕的旨意只怕无法令人信服。皇帝对年羹尧极为看重。 朝廷内委任的官员皆以他的意见为准则，为了大局考虑，刚刚被贬下岗的人，又按照年羹尧的意思安排新的工作。然而，年羹尧自恃有功，傲慢不羁，不知收敛，这让皇帝对他的态度略感不满。你知人善任，必知道他最擅长什么。赵知远可堪担当工部通政使一职。朕听你的便是。甄嬛听着皇帝的诉说，心中明白皇帝心中的困扰。她虽然是个女子。 但他博古通今，智慧过人，对于朝政之事也有独到的见解。他深知皇帝需要的不仅仅是决策的智慧，更是需要一位能够倾听和理解他的知己。于是，甄嬛开始用她的方式解答皇帝的疑惑。她以史为鉴，讲述了历代皇帝如何处理朋党之争的故事，同时结合当前的形势，给出了自己的建议。皇帝听着甄嬛的分析和建议，心中感到无比的欣慰。于是，他决定采纳甄嬛的建议。 对朋党之争，心里暗暗准备好了处理方式。你惯会口头上哄朕高兴，说说不算，你得将欧阳修的《朋党论》写下来。闹了半天，皇上只为哄臣妾写字呢。林荣为了赢得皇帝的欢心，特意亲手绣制了一件精致的锦衣。但当他兴致勃勃地献给皇帝时，却不经意地发现，皇帝身上穿的正是一件由甄嬛绣制的锦衣。这个意外的发现让林荣的心中不禁泛起了一阵涟漪。他开始怀疑甄嬛是否在故意与自己争宠。 皇后察觉到这一微妙的变化，巧妙地利用了玲珑的猜疑心理，暗中挑拨她与甄嬛之间的关系，企图加深他们的裂痕。你今天怎么老盯着朕看呢？是不是喜欢朕身上金龙出云的花样？要是喜欢，朕就让人绞下来给你吧。然后呢？然后皇上就真脱下来了，穿上了一件二龙抢珠的锦衣。次日，当姐妹们在轻松聊天时，林荣无意中从天真无邪的纯儿口中听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。 皇帝竟然没有将他精心准备的锦衣放在心上，这个消息如同冷水浇头，让玲珑的心顿时沉了下去。她默默地离开了，独自承受着这份失落和痛苦。小主为了安抚安常在，真的是费尽心思啊！梦中真心的姐妹太少了，别叫她难受。那奴婢就把这对玉钗好好的送给安常在。小主的一番苦心，想必安常在她必能明白。甄嬛为了缓和与玲珑的关系，以纯儿的名义向她致歉。 并特意派人送去一对精致的玉钗，然而玲珑却误解了甄嬛的用意，认为这是一种财富的炫耀。我算是明白了，若不是沈答应施时，他又何尝会帮我？如今他有了纯常在，就不需要我了，便把我闪了。